其實咧，只要喺前列腺癌手術前後多加護理，就可以減輕因為手術而引起嘅問題。喺進行前列腺癌手術之前咧，病人可以先多做一啲盆底肌肉訓練啦，減輕因為手術引起嘅小便失禁問題。如果係採用機械臂微創手術去治療的話咧，比起傳統剖腹嘅手術，病人咧係會康復得更快嘅。機械臂手術嘅過程咧係需要全身麻醉嘅，醫生會用一架有4隻機械臂同埋鏡頭嘅高科技手術車，上面咧會連接住一個大螢幕啦，同埋一個醫生嘅控制台。醫生會喺病人肚皮嘅位置開5至到6個窿仔。一般嘅情況之下咧，手術會喺2至3個小時內完成。不過亦都有個別嘅情況啦，如果病人係需要清除埋附近嘅淋巴結咧，手術嘅時間就會長一啲。病人通常喺手術之後1至2日咧就可以落床活動㗎喇。等到病人恢復飲食啦同埋活動之後就可以出院。而導尿管咧就會喺手術之後大概1個星期咧就可以移除㗎喇。手術之後咧，病人咧有可能出現尿失禁啦，或者勃起功能障礙嘅。喺同醫生討論過之後咧，病人可以進行相關嘅復康治療，例如啦，透過盆底肌肉嘅運動去改善漏尿情況。康復者咧亦都要記住定期進行 PSA 檢測，去觀察前列腺嘅情況。